日本九州的大分县十八暗头发生火灾，本地市当人家厝遭火烧，却因为风正透烧到附近的徛街和树林，有170多栋厝烧起，上铺有1个人死亡，加在家中道火势有控制落来。另外，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圣克罗斯省呢，落6点钟的大水雨，造成水崩山，当地一搭有8成的厝拢毁掉，上铺有6个人失踪。 日本九州大分县有名的做河关渔港，昨晡下晡5点45分发生一个火烧厝的案件。无想到当地迄当阵正在靠达秒5公尺的透风，火势一烧起来就停袂落来，拖到附近的厝和树林，甚至正头的西北风，佮甲火烤到飞过海峡，互已经离1公里外的无人岛嘛对咧呈现。 到半暝，规片地区已经全面拢着火，至少有170栋建筑拢红烧甲密密麻麻，真侪人根本就袂赴摕贵重的物件，性命较要紧，人较紧先走出来。消防車の音で何台も何台も来るもので、いや何かなと思って2階の窓から見たらもうすごい燃え上がっちゃってたんで。 因为火势实在伤猛，至少有110户、170个居民暂时互安置去附近的公民馆来过暝避难。但是因为真侪厝拢烧甲真严重，当地政府嘛开始思考讲，要安怎来登记安置受灾的居民。かなり心配ですね。やっぱ知ってる人たちもおるから。当地车路真矮，连轿车拢真歹行，搁免讲消防车，互拍火的难度大大增加。今暝过去到19早起8点，火势嘛是还未完全拍花，但是炭烧的面积已经高达48700平方公尺。当地政府只好启动灾害救助法，请求着上自卫队支援救灾。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